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精雄置業嘅 Hugo 啊，今期咧就係我哋精雄置業嘅第一期 YouTube 視頻。今日我帶大家睇呢個盤咧，應該好多個我朋友都知道嘅。外面睇未必係非常之搶眼啦，但係甚至有啲朋友啊會先入為主，覺得坦洲會有少少偏啊。你行到去嘅感覺咧，其實完全唔同晒嘅，成個氣場變晒咗。咁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後嘅湖景咧，就好似一個度假社區嘅感覺啦。重點係佢唔單止環境有反差，仲有好值得留意嘅，佢係坦洲第一個可以講係超過100%實用率嘅4代住宅。講白啲啦，呢個盤咧唔係就係賣屋俾你，係提升咗一個居住嘅感受。最低嘅首期5萬蚊起，月供3000零蚊，送埋全屋嘅精裝同埋廚房嘅3件套，大湖景嘅資源聽落去係咪唔錯呢？好啦，就係我身後呢個錦繡國際花城啦。咁我講下佢個位置先啦。錦繡國際花城咧喺中山坦洲嘅北部，佢唔係最貼近珠海市中心嘅，但係都唔算偏。呢樣嘢咧，我幫大家糾正一下啦，因為好多港澳朋友聽到坦洲成個腦海入邊咧都會顯一個字嘅，就係遠。咁但係實質你落到嚟睇會感受係非常之唔同嘅。實測去到拱北關口、港珠澳大橋關口都係12公里左右。20零分鐘嘅車程就可以返到關口啦，樓下仲有直通巴士，15分鐘一班嘅可以去到關口，仲有每一日都有流巴，港澳直通巴士可以去到太子、荃灣、尖沙咀嘅，係一個直達巴士嚟嘅。咁呢個交通邏輯就可以理解成我哋去到珠海嘅配套，比如話三武會員店、華發、商都以及主城區嘅商場、醫院都係非常之方便敏捷嘅。但係你又唔使用珠海嘅高樓價去買到珠海嘅配套。好啦，咁我哋翻入嚟睇一睇佢成個地圖。咁從我哋嘅港珠澳大橋關口出發，或者從我哋嘅拱北關口出發嚟到我哋嘅項目，大概都係20零分鐘左右。我哋會經過一個珠三角環線高速，再接上南灣北路，再接到香海高速，落到嚟我哋嘅坦洲，都係非常之方便。而且佢個成個距離感呢，紅綠燈會比較少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啦。佢係身為港珠澳嘅後花園，佢成個社區入邊呢，就會有佢嘅公交總站啦，30公里就可以直達我哋嘅橫琴關口、九州港關口同埋我哋嘅拱北關口嘅，都係可以直接步行過關嘅啦。咁無論係喺呢度去到我哋嘅中山市區都好啦，我哋有一條坦洲快線，大概2公里就可以直達嘅啦。咁最緊要都同大家講下就係港澳直通巴士啦。我哋每日都有香港嘅港澳直通巴士可以去到香港嘅太子、荃灣嘅，咁係一站式嘅服務。咁無論你係去珠海往返，或者去港珠澳大橋往返翻香港，或者去珠海享受去當地嘅商場配套，都係非常之順暢嘅。呢個就係佢地理位置上邊嘅一個優勢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喺錦繡國際花城嘅地圖呢度啦，同大家講一講佢幾多時間可以用到咩配套啦。咁我哋睇翻佢成個位置就係坦洲北部，15分鐘你就可以享受到成個坦洲嘅新行政文化中心嘅配套，包括有我哋嘅市場、政府、醫院同埋本地最大嘅商場優越城。咁15分鐘到20分鐘嘅時間，你就可以享受到珠海嘅配套啦，包括我哋嘅珠海華發商都商場、環宇城同埋拱北嘅商圈，包括珠海主城區嘅一啲中心配套。咁再包括我哋如果要搭輕軌，可以去到明珠站、上涌嘅三武會員店同埋沃爾瑪嘅，都相當之方便啊！咁相當於你唔使用珠海嘅高成本，甚至係一半嘅價錢，你就可以享受到珠海同坦洲嘅配套。咁從關口過到嚟嘅時間都係講緊20分鐘，呢啲就係叫港澳北上置業嘅性價比之選啦。講返樓下先有自己嘅商業街啦，買餸、買水果、買日常用品，基本上生活嘅配套都齊晒㗎啦。呢啲聽落去咧真係好似小事啊，但係真正去用到嘅你就會發現有幾咁重要啊！尤其係退休人士嚟講，或者屋企有長者同埋小朋友個家庭嚟講，最驚嘅就係日常樣樣嘢都要搭車啊！一個地方住得佢舒唔舒服咧，從來都唔係裝修有幾靚，而係你住落去之後，生活你順唔順手，方唔方便。咁所以國際花城咧，真係非常之有生活氣息㗎。但係今日咧，我想你哋記住嘅就係4個字：4代住宅。因為今次咧，錦繡國際花城最值得講嘅升級點就係
佢係喺坦洲做到第一個4代住宅嘅，得房率係130%。佢唔單止係個名咁簡單，係佢成個產品咧已經改變晒思路噶啦。以前好多盤重點係賣面積、賣總價、賣上車門檻，但係而家真正做得好嘅產品，開始關心你住入去到底舒唔舒服、透唔透氣、日常有冇鬆弛嘅感覺啊！好啦，咁4代住宅本質上就係由有得住升級到住得好嘅存在啦。簡單啲講啦，4代住宅唔係一個空嘅概念，佢更加重視嘅係空間感、通風、採光同埋景觀生活嘅體驗。咁你而家去睇呢一種思路，其實唔係普通嘅去堆料啊，反而係盡量令屋企同埋屋企人有一個更自然嘅連接。人住喺入邊感受係完全唔同晒嘅，尤其係想提前部署養老嘅港澳家庭嚟講啦，呢一種升級真係好實際，因為你買咗樓咧，唔係買一時嘅新鮮，你買嘅係未來10年、20年甚至更長時間嘅日常啊！嗱，再加上錦繡國際花城，佢嘅底咧會比較強嘅，係一個大園林300畝嘅生態護景啦，加上成個環繞跑道有4公里，綠化率佢可以達到40%嘅。呢個時候你再睇4代住宅就更加有說服力啦，因為最驚有啲盤咧概念就講到天花龍鳳嘅，但係一去到現場就得個講字。呢度唔同噶啦，佢本身就有一個沉澱咗10幾年嘅成熟社區，即係話唔係由零開始講故事嘅，佢本來就有唔錯嘅環境啊，再疊加上佢嘅產品升級，成件事就實在咗好多啦。你睇下呢個湖景、呢個樹蔭、呢條跑道，成個生活感咧就會慢翻晒落嚟噶啦。朝早有人跑步啦，傍晚都有人散步。買完餸慢慢翻到屋企，呢種畫面先叫做生活啊！對於好多香港、澳門朋友嚟講咧，平時最缺嘅唔係一定係有資源，而係空間感同埋呼吸感㗎。咁住慣咗高密度嘅環境之後，你入到呢度就會即刻明白點解有人睇完佢就會心喐，因為你買嘅其實唔只係一個單位，而係一種終於可以放鬆落嚟嘅狀態啊！養老係咁，度假係咁，連平時自住都係咁嘅。不過我都唔係講佢太好嚇，咁樣太假啦。錦繡國際花城最大嘅槽點咧，其實反而我會覺得佢太大啦，佔地咧100萬平方嘅，咁總戶數咧3、4萬戶，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樓盤啦。大樓盤嘅好處咧就好成熟嘅，佢有成熟嘅配套啦，同埋園林夠大，生活感夠強。但係現實你哋都要接受喎。如果你哋住得比較入咧，行去門口真係好嘥時間。咁年輕人可能覺得冇乜所謂啦，但係日常散步，如果你係長者或者屋企人腳有少少唔方便啦，呢一點咧又真係要諗一諗，你究竟適唔適合啦。不過唔驚嘅，而家嘅交通工具咁發達啦，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令你返到屋企㗎啦。OK 啦，仲有一件事一定要同大家提前講清楚，佢而家主力推嘅咧就係我身後嘅5期啦。咁預計佢嘅交付時間咧就係27年嘅年底啊，即係主打嘅呢一批，主要都係期房嚟嘅，唔係即買即入住噶。呢個唔算係缺點，但係一定係你一個決策點啊。如果你係急住搬、急住收樓、急住即刻用嘅，咁你就要認真去考量一下。買樓最緊要嘅咧唔係單純咁樣去俾打動啦，而係佢嘅產品節奏要同你嘅人生安排要對得上先啱㗎。嗱，講埋戶型啦，而家在售嘅大概就係88平方到138平方嘅面積段啦，咁都非常之靈活喎。預算想輕鬆有得揀，想一步到位，你都照顧得到。重點係唔單止係數字，而係整體嘅居住感都非常之鬆動啊！特別喺4代產品嘅思路之下啦，更加重視嘅係生活嘅場景，而唔係只係面積寫得好啊！戶型嘅設計啦，同埋園林啦、景觀啦、動線設計非常多細節都升級咗。對於預算有限但係又重視居住品質嘅年輕家庭，或者想換一個更舒服嘅養老環境朋友嚟講咧，呢種戶型係真係非常之吸引嘅。不過有個細節位，你哋一定要睇清楚。雖然所有嘅單位咧整體都係朝南嘅，但係唔係所有單位都可以睇到戶景嘅。前排1到4棟咧，另一單位126平方係西南向望嘅係田園同河嘅景觀，另2單位啦138平方嘅整體東南向嘅，咁南北通可以望到湖景嘅，視覺上面同埋空間感都非常之好。至於03、04單位110平方都係賣得最火熱嘅，係偏東南向嘅單露台，但係佢個採光照樣都係做得好好嘅喎。如果你會揀景觀定係會揀朝向呢？嗱，呢個係冇標準答案嘅，最重要嘅係你買之前要清楚自己中意係咩望向以及係咩景觀啦。
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我想而家問一問你，如果你自己揀呢，你會揀一個無敵嘅湖景啊，定係住落去更加重視東南向舒服呢？嗱，留言打俾我睇啊，我都想知道大家會點揀啦。因為好多時候買樓呢，最驚唔係冇得揀，而係唔知自己點樣揀啊。好啦，咁到底最適合邊啲人買呢？嗱，我覺得非常之明確嘅，第一類就係港澳嘅退休人士啦，想相對輕鬆嘅預算換更大嘅空間、更好嘅環境，仲有非常之方便嘅港澳直通巴士，呢個邏輯非常之清晰啊。咁第二個啦，就係喺大灣區有個第二居所嘅家庭，平時忙得飛得起身啦，週末過嚟住下，推開窗睇下湖，落樓散下步，成個人放鬆晒㗎。咁第三個就係預算真係有限，但係又唔想將就佢嘅生活品質嘅年輕人啦，而且好多港澳家庭朋友已經唔係淨係睇價錢啦，而係睇呢個地方究竟值唔值得，佢個性價比高唔高，值唔值得自己長住啊。所以總結嚟講啦，錦繡國際花城未必個個人都會愛上嘅樓盤，但係佢係一個好值得去認真睇清楚嘅樓盤啦。講到底，買樓咧唔係買佢個宣傳海報，而係買未來嘅生活嘅。如果一個地方可以令你住得舒服、呼吸咧又順啲嘅，心情鬆啲，嗱呢種價值咧真係要認認真真去考慮啦。如果你想知道錦繡國際花城究竟幾棟會值得去睇，邊啲單位嘅景觀最靚，邊啲朝向係最穩陣嘅，或者而家嘅特價房源仲有邊啲，評論區留言，錦繡資料我會將啲流動嘅分析、最新嘅房源清單列好表發俾你睇，你睇清楚再決定出唔出手，咁樣買到嘅先至係自己最啱嘅嘢啊。OK 啦，今期咧就係我哋徵雄節嘅第一集錦繡國際花城，中意嘅朋友可以點讚、收藏、關注啊，或者私信我都冇問題嘅。嗱，我係 Hugo 啊，今期節目嘅主持人，北上買樓最暖心嘅 friend。